好，大家好，介紹下8級新嘅考試歌。咁有一首 A1 啊，8級啊，咁啊 Adagio by Bach 就弦 G minor 係一首好出名嘅 sonata 啦。咁咧就啲手指好複雜㗎，啲作為一個經典嘅小提琴曲。咁咧你唔係考試都應該學。咁啊睇下你話開始咧 G minor chord G00低1 2啦，我會咁樣同啲學生講。咁啊撳一個 chord。1 3低2，同一時間縮低個3，個2手指仍然響緊，跟住高1、高2，跟住快嘅2低1，跟住0 2高1，跟住3 2 1快低1，3行先。低1同埋3同埋2，低4，呢個容許你上弓，3行先，跟住0 3 2，做個 trill 1行先，跟住繼續上弓低2，跟住記住高翻1，跟住0 2同埋低1。跟住3高3 1正常1同埋0，3低1低1，低4，高2合埋3，跟住低翻2，高1，空2，高2，0上3把位，保留4。跟住落去2把位，3同2分開，跟住1同3，空弦2 4高3黐埋，跟住落翻1把位，空弦，跟住1 3 3，跟住高翻2。係1低3同埋2，4 3 4連埋個1高1一齊拉。呢個0 0 0 2跟住即刻去降1，記得降4。呢個麻煩啦，保留個3，分開個4支線，4 3 0，跟住高2，跟住縮翻低2同埋高1 0 2 1。好3 0高1，低1同埋3，2同低4，3 3，好低1 2同埋4 3，2 2 4，3行先嘅操。保留個4咯喎，咁係1高2啦，我哋用個高2嚟代替 G sharp 啊，G flat， 跟住平排2就係 B 啦，低翻2，跟住係低1 2 2，記得低3，呢個用低3嚟代替 F sharp， 上翻嚟高3。落翻嚟0 0 0低1同埋低2同埋降低1，跟住個3褪上嚟做 E flat， 跟住2同佢黐埋2 2 3，去咗2把位啦，跟住1 2 3合埋，跟住2分合埋，A flat 咗啦，好啦，上翻嚟2 3 3，跟住1 1 3，落翻嚟1把位。好，跟住0 3 4 2，跟住1 1 2 2，跟住上嚟4把位。
跟住落翻嚟100位0022，3得1，跟住2331，跟住33，跟住高1，跟住3342，跟住上200位嘅1低3同2，用個3嚟褪翻100位。3002，高3102，高3102，保留，跟住低1，高1，低翻1。有個 fingering 就係咁啦。